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基隆市的北宁路，伫咧昨暝11点外，有一台公车因为机械故障是沿路来漏油，这些代志大条。一路上有10外个骑士因为搞到这个漏油，累残摔车，甚至有一个外送员摔一个扁仔骨断七支。 路干的你看，哎呀，伊个看崩，这种破起来你看。路边是插过来的奥多摆，车壳拢是车灰口痕。警方到现场处理，也毋过喊过的是出车灰，阁毋拿这几台车。沿路可以当清楚看到黑色的油粒，原来是有公车漏油害骑士摔车，甚至送病院。 技术是摔个漏血漏地，紧急送病院急救，伤势真严重。他就是滑倒嘛，就是遇到油，然后就重摔在人行道跟马路上，然后所以他单侧肋骨就是断了7根，四肢都擦伤，脸部也都受伤。代志都发生伫昨暗11点多，基隆市北宁路往和平岛方向。 当时一台203公车都下班，伫新丰街加原油转到北宁路，准备要登去总站。想不到因为机械故障，沿路漏油，也毋过司机无发觉，伫新丰街北宁路东北的所在，造成2个人摔车。其中现场的外送人员伤势严重，扁仔骨断7支，面含骹手拢挫伤。伫海油大学头前含中正路嘛，拢有人摔车。 啊，那沿路倾向家己离开人，至少嘛有10几个。路线上机械故障造成漏油，现在详尽漏油的原因还在查。我们已经派了相当的人力，现在是全网慰问中。半暝公车故障漏油，造成不少无辜的骑士摔车。警方和公车站当咧调查故障的原因，按打伤者。嘛提醒民众驶车之前，会当做好车辆的检查，较袂阁发生事故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